尼希米記第6章。參巴拉、多比亞、阿拉伯人基善和我們其餘的仇敵，聽見我已經修完了城牆，其中沒有破裂之處的，那時我還沒有安門扇。參巴拉和基善就打發人來見我，說：請你來，我們在亞羅平原的一個村莊相會。他們卻想害我，於是我差遣人去見他們，說：我現在辦理大工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見你們呢？他們這樣4次打發人來見我，我都如此回答他們。參巴拉第5次打發僕人來見我，手裏拿着密封的信，信上寫着說：外邦人中有風聲。迦施姆也說：你和猶大人謀反，修造城牆，你要作他們的王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講，說在猶大有王。現在這話必傳與王知，所以請你來，與我們彼此商議。我就差遣人去見他，說：你所說的這事一概沒有，是你心裏捏造的。他們都要使我們懼怕，意思說他們的手必軟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堅固我的手。我到了米希大別的孫子蒂萊雅的兒子示瑪雅家裏，那時他閉門不出。他說：我們不如在神的殿裏會面，將殿門關鎖，因為他們要來殺你，就是夜裏來殺你。我說：像我這樣的人豈要逃跑呢？像我這樣的人豈能進入殿裏保存生命呢？我不准去。我看明神沒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說這話攻擊我。是多比亞和參巴拉賄買了他，賄買他的緣故是要叫我懼怕，依從他犯罪。他們好傳揚惡言毀謗我。我的神啊，多比亞、參巴拉、女先知羅阿底和其餘的先知要叫我懼怕，求你紀念他們所行的這些事。以6月25日，城牆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們一切仇敵四圍的外邦人聽見了便懼怕，愁眉不展，因為見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們的神。在那些日子，猶大的貴冑屢次寄信與多比亞，多比亞也來信與他們。在猶大有許多人與多比亞結盟，因他是亞拉的兒子，是加尼的女婿，並且他的兒子約哈難娶了比利家兒子米舒蘭的女兒為妻。他們常在我面前說多比亞的善行，也將我的話傳與他。多比亞又常寄信來，要叫我懼怕。